他们知道我喜欢，但不知道你花那么多时间。对，因为他们原本的设定是，从小给我的设定是，只要我功课顾好，我要干嘛都可以。所以我为了养昆虫跟折纸，我很认真的读书。哦，我在高中之前，我都是班上前5名。哦，嘿哦，对，哦，但到了高中，我发现世界已经不同了。对，班上40个，我高一期中考20名，对我已经吓坏了。然后我就花更多时间，然后去读，结果期末考25，更低。然后想说，我又没有很爱读书，我很爱做作品啊。我大学还要逼我自己再重读一次高中的感觉啊。我觉得我不要，我花了半小时，我决定我要去读美术系。在我高一的时候，我就做这个决定。哦，对，那我没有跟学校讲，因为一定会被老师阻止。对，因为大家会说读艺术以后会饿死啊。对，我觉得我老师会阻止我，也不敢跟我爸妈说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超担心。对，所以我决定只跟昆虫店的老板讲。对，然后他一听觉得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从国小、国中折的那些小昆虫，他都看过，他觉得做得很好，对，他愿意支持我，他就说你放学有空就可以来店里面做你的作品，没有关系。虽然他没有到很长辈，可是有那些泰国推支持，真的很重要的。很重要啊，像我放学可能5点多去吧，再开始做东西，他就会说他去吃晚餐。请我帮忙顾一下店，我就帮他顾一下嘛。对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都带2个便当，也帮我买1个。我没有要求过这些事情，他就突然会拿给我。对，就是一个支持，就是不用讲，但你看这些动作就知道他很支持你。